好掌声。可以让用的，可以穿，可以穿，可以穿，可以，好不好？可以穿，可以穿，可以当篮球呀。
掌声！好棒哦！来，好棒哦！真的是一场视觉的享受啊！好，那我们所有小朋友请留步，对，留步来排好。我们这么优秀的团队，还要感谢我们的安定国小吴诗云主任的带队，所以今天有吴佳慧老师呢这样子的一个领队，吴诗云主任的带队，带领出这么一群优秀的团队，这群优秀的小朋友们，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那我们主办单位呢，准备了我们的感谢状，还有礼物呢，表达感谢之意哦。我们恭请台南市经典文教协会黄敬之理事长来为我们颁发感谢状与礼物。我们代表吴佳慧老师，我们请上台。好，掌声，吴佳慧老师，谢谢您。来代表领奖。敬礼。小朋友，我们也敬礼。好，感谢状与福袋。谢谢我们优秀的佳慧老师，还有我们带队的诗云主任，以及我们这么可爱、表演这么好的小朋友们，真的是一场视觉享受、艺术飨宴。也跟我们的舞蹈团哦合影。好，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好，我们看前面哦。看前面哦，1、2、3。好，我们第一排先半蹲，对，然后后面才站不到哦。再一张。好，看前面哦，微笑，哇，你的表情都非常的好，很喜悦呢。好，谢谢我们的理事长，也谢谢我们的佳慧老师，感谢我们的小朋友用心的演出，谢谢。谢谢这么优秀的团队所带来的精彩表演。表演结束，在接下来呢，真的是我们的最紧张的时刻，很期待。来，各位小朋友们，家长也开
小朋友们哦，拿出我们的摸彩券，摸彩券拿出来了吗？看看你的号码哦，来哦，等一下会不会摸到我们呢？是，我们就要把这个主持棒交给我们对活力十足的活动组来进行摸彩活动，掌声欢迎活动组！来，欢迎我们的周飞讲师还有佳琪。